而佢嘅演唱會喺保安方面都有好小心嘅安排啊！黃貫中同黃家強一連3場嘅 Rock and Roll 演唱會啦，終於都圓滿結束啦！咁啊，3場嘅氣氛咧都非常之熱烈啦，歌迷啦亦都玩得非常之開心啊！黃貫中同黃家強嘅演唱會嚟到尾場，呢晚佢哋兩個除咗獻唱 Beyond 嘅多首名曲之外，亦都邀請咗多位嘉賓，包括有另外一對搖滾班伯太極同埋 Eason 陳奕迅啊！呢歌對我嚟講有啲意義嘅都係嘛？係啊，我參加比賽嘅時候有唱睇啊，係我覺得你會我其實係完全模仿黃家駒，咁但係就好世事就係咁啊，得咗一個最具自我風格嘅形象。我打聽到原來佢喺蒙古喎，係啊，我打聽到佢喺邊度，佢喺蒙古喎，咁真係冇辦法啦，真係嚟唔到，係啊。咁但係有冇即係都搖佢即係支持？佢好堅定㗎，唔係就其實都明嘅，咁你喺蒙古點翻嚟啫？另外早前一班非洲孤兒到訪香港，因為佢哋本身喺家鄉已經好認識 Beyond 嘅歌，嚟到香港嘅日子就咁啱遇上阿 Paul 同家強準備開 show， 所以就專程去睇佢哋嘅演唱會彩排，而期間仲遇到陳奕迅添。阿 Paul 同家強仲有同嗰班非洲小朋友一齊唱歌啊！近日就有